我们台南人的名字不好用吗？延续中正路要改名被犯拿呛讲改小云路经复核转型正义来考试，引起网络团为笑话。对处议员王家珍伫议会嘛用这进一步质疑，为何将在地名改成外国城市名，敢会影响？特别真济拢是日本的友谊城市，要求应该在地化，甲地方有连结。我们台南人的名字不好用吗？你用那么多其他国家的名字，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相当的友谊，或者一些赞助，包括捐赠给我们疫苗啊。给我们疫苗，那大陆要给我们疫苗，我们也可以用他们的名啊，你们也不要啊。日本来，我请教局长，好，局长，你麻烦你给我一下台南市。这几年，我们把多少我们自己在地的名字改成了日本名字，或者韩国名字，或者哪一国名字，都不要紧嘛。我觉得一条路可以叫阿美路，最近小云路到处在网上流传。局长，是你有听到哈？麻烦你给我这有哪些条路改了名？我们友好城市的部分，原则上是新开辟的道路，那原则都不会影响到那个居民的权益。议员表示，当然伊支持国际外交，不过面对台日文化交流协会，市府大方一出手就是150万的补助款，予该会成立，包括现况市府副秘书长嘛是该会董事。伊表示，对其他登记立案辛苦经营协会情何以堪？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